我自己最希望咧就係能夠將中醫咧喺校園裏邊推廣，因為咧有時學生咧佢出現咗焦慮啊或者情緒咧，佢好可能咧係因為佢自己身體嗰個變化咧，佢唔識處理，又或者咧係佢冇得到適當醫治。如果係咧中醫咧係醫嗰個肝鬱啊、焦慮啊，其實咧佢係非常之好嘅方法。我自己就會覺得咧可以教，即係喺我哋嘅課外活動啦，中醫健康學會嗰度咧，係教學生點樣按摩穴位啦，或者係熱敷啲穴位啦，又或者係用耳穴貼咧，係去幫助咧去舒緩咧佢哋個心悸啊、失眠啊，又或者係佢一啲焦慮嘅情況。咁我哋咧就想俾佢咧有多啲體驗。咁我哋咧知道咧有一位嘅畢業生咧，佢喺北京中醫藥大學裏邊讀書。咁我哋咧就邀請咧一班同學咧就去一齊去探佢啦。咁嗰次嘅交流團咧就係以中醫藥為主題嘅。咁我哋咧去到佢北京中醫藥大學裏邊咧，我哋去見到呢個畢業生啦，我哋咧非常之開心。佢咧仲親自咧係同校長咧係去做嗰個艾灸。咁我哋咧一路咧係同佢傾偈啊、閒話家常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好親切咯。咁而咧學生喺嗰個北京中醫藥大學裏邊咧去參與唔同嘅體驗嘅時候咧，佢哋都大開眼界，因為咧估唔到咧原來咧中醫咧係可以包含咁多範疇嘅。而我嗰陣時咧啱啱都係有一啲唔舒服嘅，因為嗰陣時咧我都係有一個喉嚨嘅腫瘤係準備去做手術。咁但係咧嗰陣時我就覺得呢個機會好難得，俾學生體驗嘅時候咧，亦都係提醒我更加要注意自己嘅身體。咁所以咧我就將嗰個手術咧係押後到咗係呢一個團咧完咗之後咧，我先去做手術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次嘅體驗嚟講咧，係除咗係俾學生咧係更加了解中醫之外咧，係提醒每一個人咧係應該要留意自己個身體嗰個狀況啦，同埋咧係檢查啦。